呢度係廣州天河 CBD， 寸土寸金嘅獵德村入邊，同廣州塔、獵德大橋交相輝映嘅係佢。天河車陂村夾喺廣州兩條主幹道中間。每年端午，大家將龍舟從車陂爬向珠江，必經之處係佢。白雲南村200幾歲嘅古榕樹仲喺度羨慕新晉網紅鳳凰木，佢哋身邊不變嘅風景係佢。喺廣州繁華霓虹，村野鄉間都有祠堂。呢度係世世代代嘅廣州人同祖輩連接嘅紐帶。獵德村嘅先祖嚟自南雄珠璣巷，車陂村嘅先祖嚟自四川眉州，南川周氏嘅先祖就係從湖南嚟嘅。無論歷史點樣變遷，廣州人都通過對祠堂頑強嘅保護，話俾後人知我哋從邊度嚟。遠離故鄉嘅人，鄉愁成日都係從舌尖開始泛濫。南越皇宮曾經有2棵樹，一棵係棗樹，另一棵又係棗樹。南方嘅土壤生出北方嘅佳果，呢件事仲要從皇宮嘅主人趙佗講起。時間翻到秦朝統一6國之後，秦軍劍指南越，但係佢哋諗唔到南越人並唔係一盤散沙嘅野蠻人。佢哋有住嚴密嘅組織紀律同強大嘅戰鬥力，久攻不下嘅秦始皇唯有動用10萬軍工開鑿靈渠，打通長江同珠江2大水系，秦軍嘅後勤補給就可以直達古番禺。戰爭平息，嶺南終於被正式劃入大秦版圖。萬水千山迷遠近，不知鄉關在何處。幾十萬秦軍完成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嘅北人南遷。趙佗建立南越國之後，都積極合七百越，任用越人參政，傳播中原文化。南越皇宮入邊，河北人趙佗將北方嘅棗樹移植到自己嘅花園入邊。遠道而嚟嘅人就好似呢啲棗樹咁，喺陌生嘅環境裏邊開枝散葉，融入當地生活，學起咗粵語，食起咗魚蛇。長此以往，中原人同南越人血脈相融，成為咗廣府人嘅祖先。從此開始咗廣州呢座移民城市2200幾年嚟嘅成建史。五嶺嘅存在令到通往廣州嘅路遙遠且顛簸，山阻隔咗嚟自北方嘅冷空氣，亦都守住咗一方安寧。呢度係番禺石樓鎮嘅陳氏祠堂。東晉建國大將軍陳元德嘅牌位已經喺度供奉咗幾百年。佢係廣州眾多陳姓族群嘅祖先。魏晉時期，好多好似佢咁嘅北方氏族，為咗躲避戰亂，翻山越嶺，舉家南遷，融合北方傳統修建祠堂嘅從化陸氏，創造咗廣東音樂嘅沙灣何氏，同埋包括獵德村在內嘅好多村落氏族，其實都嚟自同一個地方珠璣巷。唐朝張九齡開鑿梅關古道，呢度係之後歷代中原、江南向嶺南移民嘅必經之道。古道隔籬嘅珠璣巷就成為咗佢哋暫時嘅落腳點。從北宋末年開始，中原每打一次仗，嶺南就多一啲移民。曾經被稱為煙瘴地面嘅珠三角，喺先民嘅努力下，沙灘變成肥田，窪地變成魚米之鄉。廣州喺宋代逐漸成為全國最大嘅米市，啲米曾經多到連糧倉都唔夠用。而家城市裏邊帶有涌、灣、坑、洲、水、邊、塘等字嘅地名，仲喺度講緊曾經嘅滄海桑田。明初地方行政改路為府，呢啲保留住獨特文化記憶同民風民俗嘅移民後裔，有咗一樣嘅名——廣府人。我哋已經好難體會從前車馬慢嘅時候，先祖嚟到新家園嘅艱辛。企喺今日嘅廣州南站，喺呢座中國最繁忙嘅高鐵站入邊，每日有超45萬人從全國各地到達廣州。上世紀80年代，一句東西南北中，發財到廣東，令到廣州喺改革開放初期迎嚟咗歷史上人數最多嘅一次遷徙浪潮。
如今每2個廣州常住人口入邊就有1個新廣州人，跨山越海匯聚喺呢度嘅新血脈，不斷咁創造住一個又一個新廣州故事。呢度係洛溪大橋，1988年建成通車，而家平均每日大概有7萬幾台車通過佢跨越珠江去到城市嘅各個地方。愛群大廈做咗30幾年廣州第1高樓，而家做上咗新人婚紗照裏邊嘅最強背景。名揚四海嘅培正中學創辦於1889年，係好多位革命家、科學家夢想開始嘅地方。就算遠走高飛，都不忘歸途。洛溪大橋源於港商霍英東返番禺探親時候嘅不便。愛群大廈源自於愛國華僑陳卓平投資祖國、回饋家鄉嘅真摯情感。培正中學源於多地華僑對祖國未來嘅關切，根脈令佢哋無論落腳何處，都始終同故鄉共振。從廣州出發，佢哋睇到咗世界；從世界返嚟，佢哋反哺咗廣州。廣州附山面海，呢度大家嘅血脈流淌住對海洋嘅親近。一箱箱從世界各地運嚟嘅奇珍異寶，令廣州人率先掌握咗世界嘅信息拼圖。廣州人亦都喺咁樣嘅交流當中，因為商業、因為文化交往而出海生活。唐朝末期，為咗躲避戰亂，一批又一批嘅廣州商人搭船去到東南亞。黃埔村胡氏宗祠入邊有一塊獨特嘅木牌，上邊提到嘅新加坡領事就係清朝時期從黃埔村去到新加坡嘅廣州人。佢因為善於經商而出咗名，成為咗中國第1個駐外領事。19世紀下半葉，廣州迎嚟咗更加浩蕩嘅出海浪潮。喺貿易船隊嘅汽笛聲中，一個個後生仔行色匆匆，佢哋就係中國派出嘅第1批留學生，其中就包括我哋大家都熟知嘅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。呢群人歸國之後，成為咗救民於水火、扶大夏之將傾嘅棟樑。而更加多嘅普通人就係因為受生活所迫而選擇出海打工，就算背井離鄉，佢哋依然將中國人唔怕苦、唔怕攰嘅精神帶到咗海外，幫助佢哋克服困難，喺他鄉獲得咗財富同尊重，為僑居地嘅建設發展做貢獻。巴拿馬運河係初中1年級地理課上邊嘅知識點，就喺呢條舉世聞名嘅航運要道旁邊，立住一塊華人抵達巴拿馬150周年紀念碑。當年大概有2萬幾名華工參與修建呢條運河，其中大多數都係嚟自而家嘅廣州花都。荔灣區和平東路有一間唔起眼嘅老屋，歲月流轉，芳華易逝。佢就好似一位飽經風霜嘅老者，讀咗太多遠道重洋嘅悲歡離合。羈旅思無盡，家書抵萬金。喺冇網絡嘅年代，家信係廣州華僑同家鄉親人聯絡嘅唯一方式。華僑華人喺出邊辛苦打拼，慳食慳用，將書信連同積蓄一齊寄返家鄉，逐漸形成咗一封封寄託住思念同擔當嘅僑批。最高峰嘅時候，平均每月有超過18萬封僑批從南洋寄返嚟。直到20世紀70年代，歷時近1個半世紀嘅僑批業終於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。但係呢啲書信始終喺歲月嘅一角，見證住親情嘅力量，表達住遊子對故鄉嘅眷戀。早期移居海外嘅廣州人喺辛勞當中積累財富，開始尋求機會投資家鄉，興辦實業。中國華僑回國投資辦廠，最早就係喺廣州。原本偏僻嘅東山起咗一層又一層洋樓，原本冷清嘅長堤路起咗高樓大廈。從1862年到而家，僑外遍佈羊城、中山大學、執信中學、何香凝紀念學校、廣州市慈善醫院、霍英東心臟中心等等，一代代華僑華人同港澳同胞唔單止掛念住遠方嘅親人，亦都以各種方式支持住祖國嘅社會建設同革命事業。
與此同時，新中國第一間接待海外僑胞、港澳台同胞嘅酒店，第一間由國家創辦嘅華僑高等學府，廣州第一間華僑商店，全國第一個大型華僑住宅區，紛紛喺廣州落成。廣州嘅社會發展打上咗深刻嘅華僑印記，佢哋從來冇真正離開過故鄉。上世紀50年代起，好多華僑華人開始返鄉定居，廣州成為新中國歸僑安置嘅重要集散地。而家當我哋去到花都華僑農場站，腳底係大家口中嘅流溪河畔嘅小東南亞，呢度生活住嚟自13個國家同地區嘅歸僑僑眷。古仔喺時光中流轉，100年前花園人為生計漂泊海外，100年之後客居嘅佢哋重新返到花園。無論幾時喺邊度，中國人血脈相連。港澳台同胞同海外僑胞用自己嘅方式向世界講出咗中國故事，佢哋對祖國嘅貢獻將永遠被銘記，祖國永遠係佢哋最安全嘅港灣。廣州人係開放嘅，佢歡迎五湖四海嘅力量。拱到嚟武松面前，廣州人又係念舊嘅，佢至今頑強咁守護住自己嘅語言同生活方式。現代、傳統、淡定、生猛、安之若素同敢為人先，同時流淌喺廣州人嘅血脈之中。祠堂就好似一個個血脈坐標，記錄住廣州人嘅根源所在。等到遊子還鄉，令到鄉愁都可以穿越山海。故土同身家有來路，點都會有歸途。可能會離開，但從來唔會遺忘。可能艱辛，但創造輝煌。咁樣嘅廣州人，無論去到邊，依然係廣州人。